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相信每年都我哋咧暑假时间，我哋睇完写字如果喺上讲，我哋今年有乜嘅兒童劇可以看冇？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係我哋下次個文化藝術團嘅藝術總監，我哋李永峰先生。而家同我哋講，其實喺2024年地方，亦帶來一啲幾特別嘅兒童劇。有兒童劇地方係講唔知個到底認識自家嘅故鄉冇？唔知個地講人故鄉嘅地名係樣嘅來冇？有2024年嘅一啲兒童劇，一啲幾特別嘅名嘅，我哋等下場我哋咧先生我同人講，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咧先生嚟到現場，先生好。主持人好，阿明哥，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哋提供其實下次個文化藝術團體嘅去年差唔多10年嘅時間，已經推出有4部和台灣內地嘅一啲兒童劇嘛，嗬。咁做乜嘅經驗，馬上我就出啲兒童劇嘛。研究下次個是安尼，都對一開始都已經20年咧。其中最多做嘅都係客家嘅歷史劇。研究也經驗做失敗，個有欠出群嘅。不過兒童劇吼，千多年上咁樣唔做兒童劇咯，頭擺做嘅安好看，真好教。不過係為有人來做兒童劇，我唔知好看啊壞看啊。其實咩叫兒童劇啦？叫做親子劇。親子劇都講啊，細人嚟看到佢聽，大人咪興出出嚟你啦吼。親子劇來挑戰國家劇場，以後我哋有辦法過門，因為那個奇妙冇得吃看啊，就今年來做也出去啦。咁入擺喺親子劇地方，想要帶來一啲無傾向嘅一啲內容，還是個無傾向一啲表現嘅方式。今年圖呢，我哋都想去進步學習，所以都簽到也會志風茶嗬。一開始創團嘅副團長，一開始讓兒童劇會變得安好看，親子劇安好看，都因為也會人。也名按到林宇傑，按到開導。有人呢，我都拜託伊，拄好來封神客，我講唔來，同下一個天數，讓我來打造一個本土嘅劇團，可以變成有安尼志風茶嘅嗰種嘅本吸引人嘅力量，佢有安尼水準。伊扣答應呢，3年前都答應嘅啦，不過疫情啊，就都講慢嘅。伊答應嚟後，同埋天數，天數後呢，個人。唔係咁簡單嗬，我哋做出可以變滿足嘅戲劇，我哋下次顧入嚟硬爭啊嗬，硬爭背囊皮嗰盤啊嗬，都千名顧嚟做，我相信嗬，我們大家看到千無強樣嘅下次顧親子劇。因為按嚟談好真係冇簡單，因為其實嗰度嘅劇場人來講嘅話啦嗬，而哋嗰個美的劇場嘅人如有自家嘅，算是自家嘅特色。好，尤其係人家要請係一啲新嘅導演來嘅時節。如果讓我去看人來嘅劇場嘅精神，無論講以前劇場行嘅路，如果係重新打係冇，還是樣啊？咁有位新嘅導演來嘅時節，就同多人講嘅樣硬爭啊。但是問題係有位我能夠磨合嘅時節，有發生乜嘅事情？老實講，有位劇本開始，我幾堅持。對下一句來講，人講下一句真好擔嘅嚇。擔睇呢，唔敢對一位志風茶挑戰呢嚇，唔敢對一條很多出名嘅劇團挑戰。對我嚟講，我冇挑戰，我學習，我進步，我做我自家。所以一位開導來到我一團，伊要同人哋共下工作。因為又講，伊發現下一句人劇本都同樣冇相同，我嘅劇本下一句嘅劇本絕對係台灣土地嘅故事。人講台灣土地故事像虎姑婆啦，像乜嘅魔仙啊咩，佢個談嘅個書嘅有乜好講？快些嗬！我哋因為有特殊嘅創意，所以呢，我講巴黎咖喱島，唔啱每天都喺巴黎咖喱島聽來，冇聽錯巴黎咖喱島聽落卡，但是冇看到那家鄉嘅獎，也都下一個純粹個重要嘅地方。因為下一個純粹，我哋將本土嘅故事帶入來，所以劇本開始，手藝先開始寫。提討論，用我哋做作，請那個演員，用我哋補擺，為達到一個國家級嘅水準。本他講，
哎呦，客家人的亲子剧做到遐种水准，大家爱来多多支持。也向我也希望好多的原住民呢，大家都做到安尼水准，唔好再看全部讲华语的嘢，唔好再讲我来将我嘅绘本故事一度来夹强下呗。有办法对台湾人上石头包出来，给咱有意思呗。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有听到讲呀，把嘅儿童剧、亲子剧嘅伊个剧名，安都乜个呀？巴里咖喱多，乜都巴里咖喱多，迄是原住民方面哦，看后来唔到从客化啊，但是你又讲伊係客化嘅亲子劇，甲我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係主持人話呢，一下要同我切到都係呢，啊骨肉起嘅嗬，巴里咖喱多，巴里咖喱多，係啱啱講叫做巴里咖喱多，巴里咖喱多，那巴里咖喱多就是乜個呢？巴里咖喱多就是恆春半島嘅台灣出嘅名嘅，我許多嘅，我已經接觸也嘅名嘅，大約有5年嘅。我做乜嘅會用也名嘅？因為巴里咖喱豆，巴里都係玻璃，因為有巴里咖喱佬，所以大家人講巴里佬，巴里佬都巴瑤灣，所以做乜嘅巴瑤灣嘅偏冇巴瑤灣，因為所謂巴瑤灣都係巴里咖喱佬。嗰時全台灣嘅歷史到目前還冇簽到，都乜嘅巴瑤灣事件，唔係提巴瑤部落，係提嘅海神後，啱按到巴瑤灣。另外，保利村玻璃啦，玻璃他講用做的玻璃咯，嘅故事其實有失敗嘅創意啦嚇。但是唔講巴里哪里佬，現在喺巴黎都係玻璃村，所以巴黎，所以對我來講，同人綠隊有相當關係，有安尼神奇。甚至我發現巴里哪里佬也要恆春半島客家莊都有14個客家莊呢。哦，有14個客家莊。14個客家莊嘅名咧，我呢度親像係den綠隊一樣，四橋水、女僕誒，係安尼名誒，都一聽綠隊，但是應該就是台本的好多話語啦。唔錯。但係上一地擺都有族群嘅關係。當時將也俾我哋講嘅加羅嗰邊講嘅人吞人漲水，也想講啊土地嘅變化，讓我哋啊巴里哪里佬也俾恆春半島嘅發生。個島吼充滿熱情啊，親日子啊，因為日頭安尼過辣吼，陽光閃耀，海水真不，個山檔嗰有溫泉有冇？素養安好，陽光閃耀，水氣蒸騰，又有梅花鹿。梅花鹿又有後嘅米河，又有蘭花蘭鳥，係咪？你想看啊？一夾巴起來，咁樣一講嘅一啲想象，但是重點來嘅，就像前面幾個我哋嘅歷史劇，也是我哋嘅兒童劇，也是一萬嘅親子劇，我嘅故事所講嘅，你都可以帶到廿四年嘅，許多嘅看到、瞄到、感受到，一個重要。好，講到我哋風神水神啊。講到有個實時講啊，係咪？唔咩可以告訴看啊？一聽看得到未？唔講到火燒莊啊，唔講到有個出隊啊，你咩可以看到有個綜藝團，有咩可以看到火燒莊？所以下一個做嘅東西都係唔台灣人係可能有出劇，唔對土地都係廿咩國家啊？唔呢嚇，嗰種要當今天有個地位，因此有個故事呢，去到恆春半島嘅時間，充滿想象。係夢幻冒險。冇錯，因為其實現在按你一講哦，如果講台灣人已經歸到其實時間，台灣去歸到地方完全開發的時間，因為可能對歸到觀眾朋友因嚟講，恆春半島都台灣的南半島嘛，吼，其實都以前都按你講發展過落去嘅地方，其實都多相反。其實南半島我哋恆春半島地方有一點我哋對同外國。天一啲強弱嘅，一啲算是鋪落嚟嘅。佢第二個其實台灣灣天嗰度地方完全發展嘅時間，其實睇我哋恆春半島都已經有好多先生講嘅樣，有梅花鹿啊，有蘭花啦，其實對外面嘅教育其實都已經改豐盛啦。嗰時其實係移民嘅成分一定嘛改發條。嗰時頭當係咪想到一件事情，因為有時間係對起我哋講四重溪，四重海去泡溫泉嘅時間。嗰種面對到四重海思考嘅時，你發現到有啲排有偏向女僕。嗰時先生你講其實有14個種係客家種，
好有幾多天命其實同我哋咧六對半帶伊個天命其實幾雷同。我都想到講啊，其實我從看到伊個女僕嘅伊個天命幾萬隻嘅啊。嗰陣我明白都想我講啊，全部伊都跪落下，其實我個人啊，咪100公里嘅啊。嗰陣從這個同處地做一個兒童劇嘅時節，花幾多時間呢？花幾多時間了？啊，談故事。啊，大家開土地去尋一啲客家米，啊，尋出一啲一塊土地改種嘅想象。所以巴黎咖喱島入邊呢，我哋想象恆春半島咪看到我哋台灣同國際嘅關係。啊，不但有無窮樣人來到也嘅恆春，係咪？我嘅人咪要來，不同族群來到也，按人同人之間安樣嘅和諧。像伊咪去到恆春、墾丁啊、滿族啊，我發現嗰邊嘅人幾和平，向下唱歌嘅，向下唱呀恆春民謠係咪？按你講啊，來看到嗰邊嘅人都無分彼此啊。按講啊，恆春半島其實土地保持都唔會差，也要自然保護也唔會差。我講啊，也要島呢係屬於他家嘅島。下班去恆春半島嘅時節，上到巴里老里老。你會想到哦，你台灣藍陽光閃耀，水汽蒸騰，大自然團圓暗和諧，我是希望大家多一種想象。你愛嘅家鄉啦，你不會咪愛做甜嘅嗬，可以多一啲貴講嘅一啲想象啊。我相信觀眾朋友聽到人都提供，其實我哋咧聽眾來講嘅話，其實真係貴會講故事。而講到更加嗬，話唔淨講故事，你又睇講嘛嘅基本印象嘅，我想講，而多啲某個時間愛講，啊，可能我哋時間多啦，我哋下一段節目，我哋唱藝嘅咧藝術總監同人講多啲嘅故事，睇講嘛嘅，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嘅，所有節目我哋來自下一個文化藝術團嘅藝術總監李永豐先生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講我哋喺2024年嘅親子劇《巴黎咖喱島》，佢到底喺講乜嘅呢？其實喺上個節目地方，我哋嘅藝術講已經講過一啲幾好嘅故事俾我哋聽嘅，但是故事內容係乜嘅呢？我哋係咪唱我哋咧？總監同人講一下講，一睇入去講嘛故事，多少講一下嘛。我哋廣東朋友哋講，我係咪帶聲音嚟去看啊？喺地方可以看到乜嘅東西啊？來看是真好，賣票嘅數據嘅國家啊。賣票數據國家係冇唔錯嘅係啊。因為前一份開始賣差唔多都賣係一半，所以伊們應該票冇存幾多啦數據國家是。伊們嚟看嘅話，也係巴黎咖喱島有故事啊。因為本身的資源都幾多，想象都幾好。有一種講法都講啊，談故事，帶動聲音呢，用想象去旅行，談故事去旅行。我講啊，做戲，聽到我哋呢戲劇，叫我來去行一啲時空上的旅行。然後呢，唔講嘢又可以去到恆春半島，將也嘅想象同素描多嘅、甘肅嘅多嘅、皮多嘅、糖多嘅，全部入叫下。跟人講感嗬，全部感覺幾多順好。旅行都唔單槍旅行，因為有想象。哎呀，看戲呢都唔單槍看戲，因為嗱想象同建議，我帶定去旅行。有個故事本身啦，實在是一開始都真好搞啦。也唔係故意要寫人嘅劇本因為當時一開始嘅時候，我咪想，哎呀，要巴黎咖喱島寫乜嘅咯，我有一年呢，所以冇說到一。半東主委都話呢，8個方面就開始寫差唔多4點鐘都寫起嚟我不是寫劇本話嚟啦，當時我都問，伊啲島起嘅呀，有啲島地邊呢來一堆人，伊用到咖喱國的人，咖喱國的人，啲國的人呢真好搞，書辦幾好，像社會樣嘅，真會跳，真會遊，所以有啲偶像都係社會。美好啦伊看到嘅呢有啲太河壩，喺度一條河壩就中間河壩，你睇佢多嘅東岸啊。人我呢一片要來巴黎國嘅人，巴黎國嘅嗰種客人啦，我唱山歌，是把嗰度寫乜嘢，佢會搖真好跳舞，真好唱歌嘅，
好，擘个落讲，擘个落慢慢的来安尼。不过巴黎过的人呢，不时会提按不头啊，你那么些躺到对面啊，叽叽唔嘎嘎，好啊，躺到过的人行啊，唔知发生乜个事，哎呦，嗰邊不時會打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又叽叽唔嘎嘎，嗰種虎姑婆吼，濕到好濕的黏啊，吼抽到骨頭嘅時候，鬼痛嘅聲啊，吼，一邊你都講，人講我冇故意用，我把嗰邊有虎姑婆安尼啦。啊，嗰邊家裡過的人呢，吱吱嘎嘎掉，跳上跌落嘅時間冇想到，糖到樣有青紅糖嘅果生啊，哎呦外迄個啦。糖都往到誒，講哎呦，伊個模型啊，好彩哦吼，迄模吼我本模型啊牛隻，講係往到向往事嘛吼，所以你講，人講我爸嗰邊有模型啊呢，結果呢有人呢兩個咧拄到誒啦，拄到誒你望咯，做乜會拄到有人兒呢啊？拄到誒可能上看啊，一邊咧唔講嗰邊有虎姑婆，一邊上嗰邊有模型啊，兩個拄啊到一睇看事情都係微滾。發嘢喺面啦嗬，結果安樣嘅兩個的人，咱可以平和下來，想都想哈，就係牛豬嘅嗬，記錄先好教嘅事情。當然啦嗬，也有兩個下喺度人哋睇個度去nhìn啦嗬，係睇個度去nhìn都窮樣可以窮下。唐這一篇呢，我發現到講，其實真是。那鬼多嘅時間就用衝突開始，然後用人講誤解開始，但係誤解地方，按樣去化解其實都抒發國民嘅地方嘅啦嚇。但是有部分我相信，我相信他個人一天愛到現場去看人哋地方，到底用乜嘅方法來化解兩邊嘅誤解。但是我一次有啲鬼特別嘅想法，你講，因為做都冇有講到，其實喺我哋恆春版度玻璃嗰邊、同步嗰邊，其實有鬼多我哋算是我哋六隊賽過去嘅，我哋六隊算是純。咁應用去幫啊，等客家人嘅文化來講啊，幫啊，客家人風俗，去融入也會親自劇啲喎。所以咧，我哋講也會巴黎過的人以講法講客話。以創嘅古嘅地方，我有平板嘅美食。客人都佢愛法咩，切香法乜嘅法係咪啊？當然。也兩個呢，一個講話從原住民的風格，一個講話客家人的風格，但是冇完全都講伊都原住民，伊都係客家人，唔單是唔甘肅嘅度兩邊語言唔同啊，安樣會夾用啊。他呢東岸當然有啲個特殊嘅河嘅嘛，都係乜嘅啊？神路神路喎，因為伊喺梅花路唔錯，冇唔錯啦，你梅花路唔講梅花路都點啊，伊喺拍點啊，快些嗬，也就按到神路咪嗬，所以伊喺拍攝嘅神路會南京有七彩金光，一出來時間一定是日光娃娃時間，然後呢一出來都噴千多嘅人落呢，嗬比人落呢跌得多呢，本來牽包包嘅呢嗬，牽嘟嘟嘅呢，最嘟嘟嘅呢全部變米色，會變嗰種會歡喜，所以人落呢有神奇嘅力量嗬，所以因為伊呢，所以巴黎咖喱骨量嘅巴黎骨同咖喱骨人可以強下，問題伊都會潮濕啊，都當然到咖喱骨，或者按到巴黎骨，然後都會潮濕避水，好避水等於作為呢，人潮海浪，用人做海浪，當個有太酸嘅行，慢嘅酸嘅下水腳嘅慢路嘅。來主持也咁樣嘅，好巴黎骨養到巴黎島，咖喱骨養到咖喱島，係咪咯？兩個船嚟相看啦，按到小朋友、大朋友嘅船按太窄，提對人將海浪將船嚟向前下，上到都真好高，所以海向點樣嘅比，總講名嘅都按到巴黎咖喱骨，嚇。或者想講，因為今日睇美烏呀。好，其實你不講嘅現場嘅場地還是有啲限制。其實是能用去控制到人嚟走上下，你覺得聲音嘅部分。也都功力到，也真實的功力，也真實的功力。也絕對是每一個人兩個人。冇錯，冇錯。工作人員全部都會下意，一冇講太多呢嗬。我哋講船呢，船呢都差唔多要3-4公尺咁寬，當個坐3個人咯。因為重人2隻船呢，按上嘅路可以出得來，規天呢
满天都会安尼七彩的人乱的，七彩泡泡，你想，嗰小朋友基本上差不多都不点的，冇错，全都搞到啊，興戳戳的哈，那個那我們迄個哈，不過快些哈，來看戲呢，安全係哋要同注意啦，也要教呢，係哋經驗軌道，係哋聽出，提控制的範圍那樣。嗰時對人講，其實也雖然講係一啲情節劇，但是伊咪帶入咪嗰度歷史嘅元素地方，同時故事嘅元素，同時嘛把嗰種快樂嘅元素帶入去。但是我想講，因為其實每一版兒童劇，如果有啲問題，就講唔係現場嘅嗰種表演嘅嗰種演員嚟講嘅話，可能跟對上一版兒童劇都見其實嘛有一段嘅時間咧。冇唔係講幾時嘅兒童，點解要拿嚟用？嗰時日版嘅兒童，尤其有時咧多樣嘅來嘅話，日版嘅演員很容易讀出來咯。哎呀，講實在講啊，讀演員係個高難度，因為基本嘢係單槍教聲音嘅，冇問題。但基本嘢我嚟做一個互動，冇問題。但是嘢唱歌跳舞也冇問題，但是我去到威武人，我有一定嘅戲劇嘅優質嘅水準，然後呢我同聲音互動，然後呢我表演出相當水準，所以演員會唱歌嘅。會跳舞，會做戲，會講客話，要曉得你會到聲音嘅心情，要可以做到俾而爸爸媽媽、阿公阿婆看到嘅感動。所以我哋演員愛前托、晚托，托嘅人講係足足托個40日，40日我能標出14個演員，算太棒啦但是呢十分困難，因為你看親子劇嘅要求都按高。所以講讓我托前托、晚托，全國嚟托安尼。因為講會唱歌、會跳舞，見喺聲音嘅嗰度。嗱，做談到第三個會講客，你想講，也可能都差唔多會處係一般嘅啦尤其第三個，如果本來嘅家長聲音嘅地方，佢帶動聲音嘅一種氣氛，因為有啲聲音嘅演員都。伊咧做這個爽嘅呀，做這個快樂嘅呀，伊幾時去鼓動騙人講，我帶動人嘅嗰種感情，因為其實我睇聲音人，我有咁嘅想法。嗰時唔係用嚟訓練講，有14個讀出來聲音。一啲杯開始排練排千多擺，最少要50擺，50擺要130點鐘。你想看啊？按你排算基本款。你劇場嘅幾禮拜嘅唔是講完頓嘅，因為我講冇辦法完全照劇本。冇錯。現場小朋友我有乜嘅反應唔得啲，夜場我有嘢反應，機場冇聽人嘅反應。數嘅數呢，個極度個慢度唔得啲，有冇？互動嘅時節有聲音嘅話有互動，我同企來，說唔好企來，係咪過太上，也是冇聲音，佢都唔可以控制。所以排演的時間要臨時應變，所有的演員要清了解，某個狀況到哪個時間我用個反應，到哪個時間我用個做作，絕對將戲呢繼續推送下去。所以有劇本也係冇固定的台詞，演出的方式一聽都照觀念想法去做，係冇得配台詞的，配劇情，配用的行，一聽。你場要講法講得夠清楚，又唔可以突，要清清楚楚，要看事辦事，所以一定困難，也真是冇10年以上的功力，真係成團20年有10年以上，全部嚟做完兒童劇嘅功力的一啲劇團，真是做唔出來，因為現場所有嘅表演其實對廣東人嚟講係最頂尖嘅部分。錯。嗰時談到入邊，我發現到講，其實在現場地步，一定可以感覺到講一種幾聽落，同時他家人或幾專心去看台上發生乜事情呢？一個劇場。休息下我哋喺度節目外嗰度講精彩內容。
翻译过来福起来嘅，现在节目来自我哋下一个文化艺术团艺术总监李永峰先生来到我现场，同我分享讲我哋2024年嘅最新嘅一个亲子剧。我想请问一下，有亲子剧点？因为好多先生已经讲到嘅，几多嘅内容，同埋同时嘛，又带动我哋以前算是我哋下一个文化艺术团地步，以前几多嘅传统，唔单止讲我哋嘅亲子可以互通啦，台上台下可以互通啦，但是像我哋嘅台上台下可以互通嘅一啲，算是剧场嘅一啲设计来讲嘅话，係咪花嗰多心思去设計講每一劇來講，每一幕來講嘅話，係咪要無咁樣嘅展現？因為以前啊最印象最深嘅嚟講，就從頭講嘅呀。其實一畫面來講，其實係唔可以注重嘅一個部分。因為我用一啲最強嘅畫面，我最震撼嘅畫面本身嘅，一開始就看到哇！佢神錄出來時就哇，嗰種情形。當初係用嚟去設計講每一場嘅一個畫面咯。哇！同大家講吼，劇場地背都係變技術、變魔術嘅所在。唔係背投出嘅樣片，有台當個標下來嘅鏡片，當個嘅梅片、梅片嚇。眉目，是體內方標嘅，佢一共有230個人，全部摕個操盤，而連200日，伊都沒有耐久，也一扣落去10個人共下做些東西都多嘅，所以我看到呢，小朋友去到現場嘅時候看到，哎呦成人，真實的成人，我感覺佢規個舞台當個全部變得成人，發言全部都變發言。變塞條鼓都隨時都變塞條鼓，甚至上下來嘅時節，嗰種萬聖金剛，都係萬聖金剛。用嚟變嘅咯，喺度劇場。再嘛佢講劇場佢好爽，差唔多係300-400萬嚟做。因為啲我討論講，一個東西全部都係提10秒到20秒變出嚟，10秒到20秒變出嚟，全部用嚟做。用嚟編，可以當然上到啲嘅，但是小朋友冇得答。入場嘅人講，我都看到，佢們都有嘅咖喱骨嘅哦，啲成人地杯哦，馬上見到會變做成人，真是看見到都成人。佢都有嘅咖喱骨嘅時候，佢都變發言，神錄一出來，我難見，一出來一筆人落呢，滿天都有人落呢，睇體圖10條都係變。真實的不僅當個10條，體內當個10條，全部會變。你想看啊，咩人演出，每年都係個重點嘅事情，也都按照優質的劇場同一般劇場嘅差別。你若不看一般嘅舞台嚟講，佢難，因為伊冇安尼實皮。只有像比武演戲劇演，伊都有安尼實皮，可以算10秒，算20秒，差1秒都做唔得，差1秒都快看。嗰時間你到去愛我哋啲舞人去表演嘅時間，要親身去前去看過一定當初有乜個布景，有乜個機關係能可以去使用嘅，冇得講可以去配合嘅。也差唔多啲創作嘅前40年、50年，全部都研究清楚嘅。伊也可以調到公斤，用嘅那麼斜氣，也可以調到一個，學按用嘅來做作，讓那去。我人來了，唔可以人來了。一到沒有，那片咧開始變冷落呢，那叫我不也會乾冰。也如果上來時節，以米腳鋪一點嘅奶，去到奶，佢全部差唔多最少咧50-60遍。冇可能講他個想象嘅講上去唱歌跳舞，那咁樣佢吃人啊。但是做優質的，包括去國際嘅時節，咩重要？國際世界，你的音樂、你的點、你的眼神，全部都係非常的準。也都講下一個們追求嘅都係一方面嘅演出水準。當然冇礙當然也為故事最精彩都講也為有啲壞人叫做阿布拉有隻祭司呢，開他個險死槍槍，按樣嘅嚟轉為人嘅命運。嚟甘肅樣人都對人一樣強啊，人同土地一樣嘅強啊，也都教本太人同寫字，看到以後呢，佢去分享去甘肅啊呢。當然都講做嘢出去呢，我都常常嘅同講，佢嘅工作人員超過50個，演出人員超過14個人，
好，我想工作委员，可是其實我想到講，把一種兩個無共樣的一種算是文化體驗做一個連接。對我嚟講吼，我希望帶動你講人家講的讓戲劇載着你的想象飛翔。本戲劇帶動太人細緻的想象比上戲，比上戲呢，去到一個地方唔單將你看實的啦，看講的啦，教。還有幾多嘅想象，文化想象、土地想象、故事想象，太人細緻看到風景可以討論。故事底背吼，佢講吼也為人同大自然關係。你看到很多人冇強勢的人強下了，要想人同人之間樣嘅，你可能會每句話，哎呦，現在班都真有黑人哦，黑人同一定他咁樣嘅強下，一條全部唔係單槍一定愛人嘅看法，因為入到戲劇底背有故事。帶動一種理想的地圖、想象的地圖，本人呢去到哪，生活都可以講可以豐富啊！尤其對新人來講，我話其實天然條嘅一種歷史故事對伊來講，我話已經唔係。真是人哋過快樂嘅一個故事地方，伊真係記得講，人浪啊，喺鄉村班度有黑人哦，其實伊哋喺同我哋人出面喺樣嘅叫我生活的吼。但係小莫講，亦都係喺同歷史嘅真實性差異度啦。至少一件事情對伊來講，我發現都提供啊，喺鄉村班度地方有客家莊，有人出面，其實就睇緊伊過豐富嘅生活嘅地方。但是同時我哋嘛看到一啲鬼感性嘅事情啊，也美國，因為也為親子劇地方有一啲優惠方案。錯。但優惠方案係乜嘅呀？你講因為我哋巴黎加里島，作為係本土語言文化，唔好講單槍照顧到客人，凡係有考過吼本土語言認證通過嘅，也算講有報名本土語言考試，不過河洛話、客家話、原住民話都做得。也算1萬當地上課，有3種人你都可以申請，申請因為我見幾多人聽到我做嘢嘅，伊都講我哋捐款啦，捐款本來咧，我講我捐本來做乜嘅喏？捐款嚟照顧一條生意嚟獎勵啲項目，都獎把一條錢嚟拿嚟獎勵，有按嚟學習本土人一成嘅學童，已經有2種票，因為我睇人大按嚟申請，一多人捐款我都。分出1道票，分個道安尼鼓勵的，建議咧吼，咪得來，曾志遠巧克力我送伊咧1塊巧克力，把我俾人插伊咧頭髮，按到創染髮，順便咧俾你行嘅時間，咪個好咧，因為尊敬伊哋，因為感覺講，一定要學客家話、河洛話、原住民話，所有小朋友都會哋客家、台灣河洛人原住民嘅文化會種嘅。也會種錯，就會害敗打錯台灣文化承攬嘅美的4粒字，亦都係文化人。對我嚟講，小小文化人同我哋共樣樣，而需要我哋嚟在彼啲傾聽，比從細到4年做一個台灣嘅文化人，我都常用嘅方法。所以建議咧，我哋人講，乜嘢都冇重要，好好演出，但是要好好地對待接待一條我哋嘅 VIP 貴賓。我咪就係我哋咪都希望。從廿尾2024年嘅一啲親子劇，其實嘛，而家嘛差唔多愛做嘛，嘛開始嚟買票嘅。咁未來咯，有乜嘅期望？未來期望，明年是可能去紐約嘅廿尾總督島藝術節，啲嘅人講曼哈頓劇場，不如我哋呢啲按到被遺忘嘅人，嚇。按到八達溝，係講嘅係漢人同排灣族嘅故事。因為法國因為看到我發表嘅著作伊都直接同我哋聯絡，邀請我哋去法國嘅國家表演堂嚟演出。但是目前還在接觸啦，我哋考慮最重要考慮是唔知要按多錢好希望啦，當然也兩個都可能明年可以美國紐約。都給室內女生上大嘅，一個都去法國嘅一啲嘅音樂堂，主要嚟做一種嘅演出。因為也目前嚟講，對下幾句嚟講嘅話，我哋比較啲都係台灣同國際，也地杯上任者咧都係我哋客家，因為客家嘅一種嘅
一个宗旨啊，一个核心，但是我目前的创作都无单枪客家，还有原住民的部分入来，也有好多人的部分入来，入来的时间，因为人同人之间啊，这个看讲的，马唔定这个同片有乜嘅差别，所以我相信欠個無共樣嘅角度方向，人咱可以看清楚自家到底係同環境、同他人乜嘅關係。客家人應該開始培養一種，經常講嘅一邊都主流，一邊都客家，安尼唔係佢錯。我哋一看到他人就會看到我哋。用一個角度呢，咱係咧主流而有嘅思想，所以目前我做都比較個欠一族群。以台灣為主體，客家核心乜就係咧一種嘅創作，所以望人可能主要都出國當然也希望將我哋改變各位一條限制劇，可能可以寫總條演出麼？也是我哋咧也會巴黎加里島可以有可能去別的地方演出麼？當然都希望客家 cancel， 還有 cancel 呢作為藝術總監也係製作人。出錢都唔是按情苦，不用出來去出國，希望呢度來俾要是泡麵啊，冇錢啊。老實講做客家藝術創作，你講根本做流行歌手做嘛，可能唱歌都有錢賺。我哋也做嘅戲劇啊，萬一去到片尾嘅時間，一出按多錢，人搶唔起。但是冇創作，對我哋客家嘅也為藝術文化又冇向前行。但是都貴了錢生命嘅品質咧，我感覺我哋想辦法改善啦。喺節目嘅最尾啦，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巴黎加里島以後要演出啲時間？我哋一巴黎加里島也要演出時間喺8月30日，9月1號下晝頭2點半。做乜下晝頭？因為呢也會強迫老人家唔方便。第二位美湖洋嘅戲劇院，衛武營戲劇院再講一擺。8月30日、9月1號下晝2點半，喺美湖洋嘅戲劇院喺度演出。大家呢係來了來看，有個提早來一個蠻貴唔怕，但是呢都講愛買票，票底下嘅兩廳院售票系統，去買票同我哋交關支持呢。嗰個可能今日嘅節目，我相信觀眾朋友暑假一定會過假個，但買一些可能都買唔到喲。今日感謝我哋咧線上人來線上分享安多精彩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休息下我得聽下啲線上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